還我未未現港街，內地話佢三流。新華社尋日出英文稿，引用未經證實嘅網上消息，話艾未未涉嫌抄襲、避稅同侵吞款項，仲話佢嘅藝術水平只係三流。而佢媽媽尋日喺北京接受我哋專訪嗰陣話，個仔上星期六晚同佢食飯，話第二日要去香港同台灣，叫佢保重，冇諗過個仔咁樣就走入監獄。講到幫個仔改名，佢話亡夫當年打開本辭海，隨手指咗個威字，但係佢當時被打成右派，一啲都唔威，所以就改用第四聲個未，艾未未即係愛未來。自細有畫畫天分嘅艾未未，後生嗰陣好受女仔歡迎，考入北京電影學院，一直追求自由平等，完全因為生於一個民主家庭。出事之後，媽媽喊到眼球都脹咗，仲貼尋人啟事，擔心有高血壓同糖尿病嘅仔病情會惡化。佢承認個仔同老清結婚之後，近2年又同另一個女人生咗個仔，但係一家相處融洽，太太更加話唔使跟其他人嘅狀態去生活。